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賢啦。最近呢就有一單突發消息，咁就有關短期食物援助服務，亦都即係俗稱食物銀行啦。咁佢就會調整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嘅。咁呢，思思賢都知道有部分嘅老友記或者長者呢係有申請呢一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嘅。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如果你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又好，高齡津貼生果金又好，亦都係可以申請噶。咁當然講到呢度，可能有觀眾會問，咁如果佢本身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係高齡津貼生果金，喺申請呢一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嘅時候，使唔使申報成為入息呢？咁喺解釋詳細嘅條款之前，都提一提大家，截至到去2025年4月4號，長者生活津貼一人份量4250蚊，長者生活津貼兩人份量8500蚊，高齡津貼一人份量1640蚊，高齡津貼兩人份量3280蚊，普通傷殘津貼2095蚊，高額傷殘津貼4190蚊。上述頭先提過嘅長者生活津貼啦、高齡津貼生果金啦，同埋兩項嘅傷殘津貼呢，通常都可以喺申請短期食物援助嘅時候呢，係可以豁免計算做入息嘅。咁之前都有觀眾留言問，如果正在領取綜援嘅時候，可唔可以同時間申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呢？其實呢，綜援嘅家庭呢，本身呢係唔可以申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嘅。咁但係如果有特殊情況嘅需要，而又獲得社會保障辦事處嘅批核呢，咁就可以提出申請。通常呢個情況呢，都係需要有社會保障辦事處嘅職員通知返申請中心或者有轉介信去處理嘅。咁喺特殊情況之下呢，綜援金所收取嘅金額就會當做入息。另外，如果你一個家庭嚟講，你並非綜援家庭，只係個別嘅家庭成員個別領取綜援嘅話呢，咁呢一種情況下，你係可以申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而無需要社會保障辦事處批核嘅。但係所得到嘅綜援金仍然都係要當作家庭嘅收入。咁講返少少背景先啦。短期食物援助服務係由社署自從2009年開始，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喺全香港推行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為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支嘅個人或者家庭提供短期嘅食物援助。一般每次都唔會超過8個星期。呢一個呢就叫基本食物援助。社署就自從2021年8月開始，就將呢一個服務恆常化。短期食物援助服務佢哋嘅服務對象呢，就係因遭逢突變而有即時經濟困難嘅個人啦、家庭啦，亦都包括失業人士、低收入人士、新來港人士以及露宿者等等。咁當然亦都有觀眾留言就係問，如果現正居住喺例如係簡約公屋或者係過渡性房屋嘅一啲嘅人士，可唔可以申請呢？同樣都係可以申請嘅，而申請人可以聯絡佢居住嗰區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跟住就係提供包括身份證明、住址證明同埋經濟證明等等嘅資料，去讓服務隊審批。審批完成之後，就可以領取為期8個星期嘅食物援助。咁有關入息同埋資產審查方面呢，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左手邊比較上大啲嘅表格，咁就由2025年4月1號開始生效嘅最新入息限額同埋資產限額嘅列表。咁以一人家庭為例子，每月入息限額就係11000蚊，而資產限額就係109500蚊。另外有一個條款提一提大家，每一個人頭佢年滿60歲嘅申請人或者係住戶成員呢，就可以額外獲得增加35000蚊嘅額外資產限額。而另外就係申請人同埋同住嘅家庭成員，佢嘅自住物業係無需要計算做總資產入邊嘅。咁所以如果用翻4人家庭做例子，佢每個月嘅入息限額就係30060蚊，而資產限額就係288000。咁當然，如果有啲家庭，因為頭先提過係遭逢突變嘅家庭啦，舉個例子，例如話一個4人家庭，佢本身過去嗰6個月都係有返工，咁可能係因為啱啱最近嘅經濟狀況轉變，例如係公司倒閉或者係失業，而令到冇個工作呢，咁就變咗跟住落嚟嘅月份係冇收入噶嘛。咁如果係一啲叫做突變嘅情況呢，都可以向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去提出申請，讓佢哋酌情批核。而入息超額少少啦，咁但係剛剛失業而經濟狀況嘅突變呢，咁都可以係一個酌情考慮。但係最終是否獲得批核呢，都要按翻服務隊去做審批啦，同埋去評估。咁而右手邊嗰個細啲嘅表格就係顯示翻上一年相關項目嘅
入息同埋資產限額，俾大家作參考之用。申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呢，費用全免，同埋呢係可以先電話去預約查詢申請啦，跟住就準備好所有嘅申請文件，按職員指示出席或者係進行審批。例如話帶齊申請文件呢，去到佢哋嘅中心去進行見面，正式提出申請啦。咁如果呢一個食物援助服務獲得批核呢，咁就一個為期8個星期嘅食物援助，可以每星期或者係每2個星期領取食物一次。咁按個別個案嘅情況，如果有特殊需要，都可以申請延長援助，上限呢就係延長多8個星期。咁食物援助嘅內容呢，最主要就係一啲乾糧啊、米啊、麵啊、罐頭啊、嬰兒奶粉啊、超市食物券啊同埋熱食券等等。咁但係記住，呢啲食物券同埋熱食券嘅使用方面呢，係有既定嘅限制，詳情係可以向翻申請單位去查詢。例如係有指定商戶啦，又或者只係限定只可以買食物嘅用途，而其他家庭用品就唔可以用食物券去購買。另外喺呢一度提一提大家，無論所獲得嘅乾糧啦、食物券啦，或者係熱食券，都只可以係申請人或者係申請列表入邊嘅家庭成員去使用，唔可以轉贈或者係轉售俾其他人嘅。咁另外都有觀眾就留言問啦，咁其實實際個價值等於幫到個屋企幾多呢？咁大家呢可以想象成為每人每星期嘅食物援助價值呢，就大概300蚊。所以如果有一個4人家庭嚟做例子，一個8星期嘅援助呢，就等同於獲得9600蚊嘅食物援助。咁提多一次，呢一種食物援助呢係唔可以轉售嘅，只可以用於喺自己家庭入邊。咁有關申請單位嘅聯絡，如果你係中西區、南區、東區、灣仔區以及離島區，咁就係由聖雅各福群會負責。佢嘅地址係灣仔石水渠街85號6樓，聯絡電話25962746。另外，如果係九龍城區以及油尖旺區，咁就可以聯絡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佢哋地址喺紅磡崇安街18號半島廣場1203室，聯絡電話係23362238。另外，如果係觀塘區，咁就由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負責，地址九龍灣雲開道8號歧視商業中心1014室，電話23422322。另外，深水埗區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負責，地址深水埗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1301至1303室，電話26316088。另外，黃大仙區及西貢區係由仁愛堂有限公司負責，地址鑽石山鳳德道111號鳳德社區中心106至107室，電話23204007。另外，荃灣區、葵青區以及屯門區係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負責，地址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1923室，屯門嘅聯絡電話係26688708，葵青區嘅聯絡電話係23648191，荃灣區嘅聯絡電話係26900920。另外，元朗區係由保良局負責，地址元朗大棠路11號光華廣場1206至1208室，電話26581511。另外，沙田區、大埔區同埋北區係由香港婦聯有限公司負責，地址大埔大元村太榮樓5至7號地下，電話26605543。最後都提多大家一次申請短期食物援助一啲常見嘅證明文件類別，例如係需要身份證明文件啦，舉個例，身份證啊、出世紙啊、回港證等等。另外就係按唔同隊伍，佢可能會收3至6個月嘅入息證明文件。而住址證明方面，咁如果你係居於公屋嘅話呢，咁舉個例，例如公屋嘅租約啊、電費單、水費單或者煤氣單等等啦。如果你係自置物業嘅，咁就係差餉單再加電費單、水費單、煤氣單等等啦。如果你居於劏房嘅，咁就係劏房嘅租約同埋租單。建議就係遞交最新2至3個月內嘅文件啦。另外就係所有申請人同埋
住戶成員嘅銀行存摺或者銀行戶口嘅月結單，同時間都要證明戶口7日內嘅最新結餘。如果係銀行簿呢，咁就要顯示翻所有半年內嘅提存記錄嘅每一版，連埋銀行簿有該名持有人嘅名同埋帳戶號碼嗰版啦。另外，所有投資項目都係要遞交嘅，例如係股票啊、保險啊，例如係保險等等呢，都要有顯示到現金價值同埋紅利相關嘅部分，可以遞交保單嘅年結單、季結等等嘅文件。如果係投資戶口呢，同樣都可以係以銀行月結單方式嘅處理。舉個例，如果你嗰個投資戶口過去6個月嘅交易記錄啦，同埋最新結餘，同埋最新嘅資產總值等等。另外就係其他證明文件。咁所以有關申請方面，記住啦，詳情都可以向翻各區嘅服務隊去查詢。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CC賢嘅頻道啦，讚好影片，咁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啦。咁大家記住啦，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啱啱就調整咗最新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啦。同埋最後提多大家一次，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呢，理論上係可以每半年申請一次嘅。咁呢一度大家就留意啦。同埋記住，所有獲得嘅實物援助呢，咁呢啲都係唔可以轉讓或者係轉售嘅，只可以係申請人同埋家庭成員去使用。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拜拜。